專題靈修系列：生命的操練與進深。第10天，盼望。希伯來書11章1節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，是未見之事的確據。提多書2章13節，等候所盼望的福，並等候至大的神和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榮耀顯現。哥林多前書13章13節，如今常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愛，這3樣，其中最大的是愛。橡果同埋樹葉落滿一地，坐喺辦公室裏邊睇住大風將落葉吹到滿天飛。我知道夏天已經徹底咁離開啦，清勁嘅秋風正徐徐吹嚟。或者你仲記得春天裏邊滿眼翠綠嘅喜悅啩？當樹葉逐塊咁跌落地，氣溫持續咁下降，冬天嘅腳步亦都近啦。盼望係一個頗有意思嘅詞。當聖誕節嚟嘅時候，我哋都喜歡將盼望2個字高高咁掛喺教堂嘅外面，展示喺眾人嘅面前。喺上一次嘅聖誕節講道裏邊，我曾經對盼望作出詮釋，指出呢一個係因為信耶穌基督而生出嚟嘅充滿信心嘅期盼。對基督徒嚟講，盼望係一種生活嘅方式。我哋雖然唔能夠用肉眼睇見耶穌基督，但係靠住一份充滿信心嘅期盼，我哋確信主耶穌每一日同我哋同在。無論喺人生嘅深秋，亦或係喺寒冬，耶穌一直居住喺我哋心裏邊，不斷塑造我哋成為佢嘅樣式。而且我哋仲帶住奇妙嘅盼望，就係佢榮耀嘅再臨，以及喺永恆裏邊享受同佢同在嘅合一、愛、歸回、平安，一切都喺完全嘅和諧裏邊。冬天嚟啦，春天仲會遠嗎？因為呢一種充滿信心嘅盼望，我就可以更加適應同埋度過將要嚟臨嘅嚴冬。同樣咁，因為對着明天有更好嘅盼望，你同我都能夠從容咁面對今日嘅挑戰。雖然誡命中最大嘅係愛，但係對基督徒嚟講，信心同盼望同樣重要。願從耶穌基督而嚟嘅永恆盼望，呢一刻充滿你嘅心靈。